这个高速公路顶车咧走拢真紧，若是出车祸，伤亡拢不止啊严重。不过，这个去年死亡的件数来降低，但是违规的件数超过677000件，是有史以来上介多。其中违规来超速防开单上多，另外检举的嘛加真多哦。上主要是因为民众即摆车顶拢按迄个行车记录器，若看到有车辆安尼驶迄个哪行的，或者是共驶离的路径，拢会自动来检举。也就是讲哦，即摆这个高速公路顶有国道警察甲全民做伙咧监督。甲国道当作家己厝内车路凊彩驶，安尼话明显，互后壁汽车的行车记录器迄来罚钱。去年国道造成意外死亡率降低，不过违规的件数却超过纪录，关键就伫行动计划。取缔违规的前3名哦，第1名是超速违规哦，总共有46万件左右。那第2名呢是未规定变换车道，那大约是14万件左右。那第3名是未规定系安全带，是在6万4000多件哦。行车记录器愈来愈普遍，就算无国道警察开伫你边仔，每一台车拢有可能是检举达人。即马阁有科技的执法掠违规停车，警察毋免伫现场嘛掠会着。去年国道统计违规件数677000件，是2012年以来上悬的纪录。肇事死亡的这个噪音呢，是在未规定标换车道跟未保持安全距离以及这个未系安全带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都有做加强的取缔。不管是超工来逼车，或者是看到车后白开，甚至是开伫路径顶顶，拢有可能直接互检举。若是烦恼，互人罚钱，民众的心内就会更加细腻。全面监督检举危险驾驶，对国道用路人来讲，颠倒是更加安全。